做这代志哦，有本而不看，做这代志有本而不听，哎呀，所以视听联动的重点到底放在到底有对啊无咧？你有下中者啦，你的中体有伫的无？迄个体就是中性，就是中体。有即句话意思咧，因为咱大多咧解释的讲的是公性的道理运转，你内你在你的精神是中体啊，还是中性？安尼啊，你迄个中体若有伫的吼，你人无中体，你无中体，你看的、听的、讲的、做的，全部拢有是。你若有下中体，你有内有下中体，你讲的、你看的、你听的、你讲的，你做唔到。同你问题，这个问题出现无对不对啦？不是讲你看啥都听，是讲你袂使无对哦。你若无咧，你看拢唔对哦。你袂使无咧哦，你无咧，你听拢唔对哦。你袂使无咧哦，你无咧，你讲的拢唔对哦。你袂使无对哦，你无咧，你做拢唔对。这句话是你讲，我也对不要看不对，我根本在看啥。当然，我该看慢一点，我该听，至少这是。但你听起来有时候你到底你有下中体，你咧欢喜嘛对，啊你咧受气嘛对，你若无下中体，你咧欢喜，嘛有一个，咁你来讲嘛，欢喜就欢喜，就做唔到，那欢喜做唔到，咱咁知影欢喜，有当时也有做，有当时也欢喜，有当时也受气，受讲诶，咁啊受气要透啥物讲？啊欢喜要透唔做。我讲你的中体人对欢喜啊，怎做？我发今日做欢喜的，有啥欢喜你敢知？因为我一个朋友好有时阵对我做话，伊拢讲我的事，我是够切，结果伊今仔日做事不应，我有够欢喜。你想我这种欢喜敢？当然好啦，这种欢喜内底有做。啊，我希望这个运动啊，多乱七八糟，因为我看你逐个咧，我看无，这个运动上好时，拢我看，逐个安尼规乱。结果今仔日真正大运动拢办唔成，啊，大家真正乱七八糟，我就是欢喜的哦。我想要我办袂开心，我每一工拢是欢喜的，心情都足轻松。为什么？因为恁若办袂好，我就欢喜。你想我这种欢喜干嘛？好嘅，所以因为我中体无好，所以你今仔欢喜嘛无？啊，你若中体有好，比如讲我当初我比如讲生活人，健身的时阵，细小人歹啦。你讲伊咧歹工课，伊咧歹是咧共人教育，伊内底有讲，哦，因为伊咧中体底啦，人伊是一个混用，不是咧歹啦，伊喜怒哀乐有中啊，喜怒哀乐之未发为之中，啊发为该中节，人伊喜怒哀乐有中节啦，伊内底有未中，所以咧受气你袂讲生活脾气足歹，然后啊后来咧受气讲这个人修养无好，看你讲袂对，那生活咧受气你袂讲生活修养足歹，脾气无咩一种。我做人差钱，你无公平。生活人咧受气，我就袂使受气哦。我咧受气叫脾气哦，伊咧受气讲正气哦。咱袂讲咩无公平，袂啦，咱袂讲无公平。啊，事实就是安尼啦。因为咱内底有一个标准，所以讲咱的喜怒哀乐有标准。所以你这后壁啦吼，这切勿提报。你咱日常生活当中，免那生活，就是容易状态，然后你是自己什么不是？你若要是自己啦，你生活拢唔是啊，所受气就是讲歹讲的。啊，记得咱讲到气，记得到了，啊，就三不听听的，以后嘛拢听做人的道理。啊，叫人爱做好，爱考得，爱啊嘛拢听道理。啊，听这道理，外口人咧讲的道理，含咱就三不听。啊，你别管道理讲道理，人唔讲讲道理，啊，当你对一个人，你对一个人咧讲道理，啊，为什么我有需要来教这道理？咱嘛是做这个问题，啊，就叫你来对着，啊，对着道理嘛是咧可能伊先都对着，而且对道理大家讲伊就对着。你无中体，你唔知影讲道理遐，你我都会讲反照，你我都受着，你死袂行，是要哪讲？迄叫做事事无谓的死，哪对哪唔对？就是哪对哪唔对，就是哪唔对啊，哪唔知。啊，你若中体有变吼，你家己就中体。所以求道的原理是安尼，是要互你有迄个中体，但你兼这个而且就是道理之后，互你会道理我，你会道理我，你良心不是会死。你会道理我是好人咧，我拢咧做善事咧，我帮助偌济人咧，结果
你心中无清净，心中无清净，你上计是做一个善人。有人我咧做善事，啊善事善人，善人就袂解脱生死啊。要做善事较简单的，要时间较困难。你若有钱，你就要布施足侪钱，你有时间就当做足侪件事。其实要做这是困难，困难的是你有下中底物件，才是困难。所以甲讲，有语讲，善人不见奸，不离心。善人袂歹啦，伊做善事袂歹，但是不见奸，伊无照信你的头毛咧，嘛无道理到伊的心哦。不见奸，不离心哦，信你的心，你的心就是房间，房间内底上宝贵的所在，你的上宝贵的，伊无道理的。哦，但是哦，伊是善人的，所以做善事是好，但是不一定是好。哦，安尼啊。你要信道，你爱先求道。你求道，你得道，啊，当然人过去人心修良对啦。伊修了解，啊，得道，咱就跳跳数。啊，咱今仔日生活，咱得，啊，你讲道理了，你只要咧用功，我你该信道。今仔你无得着道，你互你讲外口做人，互你外口做人，你上计到底你要到欺人性，到欺人性啊！所以过去的欺人性拢安怎做？忠心那个拄好主。啊，伊袂分得到嘛，就去联系。啊，即期3期大家考无了，会当度先，是毋是啊？咱动，咱动过先，土地公安尼嘛。你过去你会做土地公的，你做过去做人袂歹，你咧做善事，但是你无得到，所以讲吼，你去做去联系。但是做去联系，你无度该发生事，无度交出了事，你必须爱去互你爱去去，爱去加这个顺序。如果你着道，你毋知影讲道理，你惊知影人做好，你毋知影讲伊的好就对啦。所以有得道，有得道是差啦，真正对不对？咱讲道理，啊，来人的重要性啦吼。啊，人是生育天地嘛，不得去死，天地安怎？那天地个道啊，个上帝创造，啊，天地吼，原本拢是道法无定哦，这是大家安尼。其实若要来讲较精确，叫做义。叫做义，为啥物咱大家想讲？我听一句叫做“天欲后生之德”，这句叫做义。啊，为啥物有天欲后生之德？你科学家咧讲，譬如讲，你看这宇宙百大宝宝，宇宙之中，万物在生产多微妙。那为科学家他讲，你敢知？你研究这科学吼，研究到尾，伊感觉讲吼，真正像有人调工咧设计啦，有安尼啦。你看科学家有时啊，有到尾什么去信息，你感觉这天地太奥妙，好多，但真正好微妙。譬如讲，咱无日头咱白光，无日头咱白光，真正。啊，但你创造一个日头，啊，你地球甲日头的距离爱多少？你上近也袂使，上远袂使。你日头上大了也袂使，上细了也袂使。你看看，这内底有啥物道理？啊，就来咱免讲上，咱来讲到咱这个地球，咱这个地球你看伊生态偌平衡，有这个地球了，再创造一个空气。哦，暗时空气会使哦，空气内底吼爱有氧气哦，空气的成分足济嘛，二氧化碳、一氧化碳、氮气什么一堆嘛，但是内底也袂氧气。啊，你氧气袂使哦，啊，氧气袂使伤少，也袂使伤济哦。那氧气咱讲个浓度吼，咱若啊读过迄个环保，那氧气吼爱有18%到22%哦。咱的空气当中的氧气会浓度嘛，18%到22%。你若减18%吼，你若啊，若10%以后可能，啊，若5%我看你缺氧，可能。安尼啊，啊，你若22%以上吼，氧气伤济，总无氧啊，我讲你若袂使，你若袂使，你看下你控制到几多？啊，你人这个身躯生落来了吼，你看囡仔打生落来敢有喙齿？囡仔打生落来有喙齿足足大，你看妈妈敢饲囡仔？你着无袂互你有喙齿。咱若甲你长医了，你有法度食，你甲开始人有发喙齿。你奇怪，啊，太安尼，讨厌到多好。啊，你物件食袂着分泌唾液，然后去到胃来胃酸，然后一对一条要排一对，然后排一对来控制到多少？啥物人要控制？多少？咱
了真理，有啥地方都发天天发生事，内底一个经咧运作真袂经典，你是咧看无，你看无有影响啊，但是你了万物内底咱会当看，所以人是用天地万物的意思嘛吼，啊人是稳定新鲜的关系，你有人内底你会怎么样？是不是啊？我心中我做几样高本啊，看你这个人啊，你是不是过了足快乐的？我心中若电脑片若无面啊，都想要害人，若足歹看的啦，脾气一啦，我管电视机啦，我管电视机啦，我安尼做我安尼，你看你有轻松无？这感觉啊，人若无钱吼，你搁偌济财源，你偌济你也会看。你若有钱吼，你搁面一个当中你也会人讲的菜脯饼讲家己啊，菜饼会香。过去的人食歹穿歹用歹，啥物拢歹。咱即个人食好穿好用好，啥物拢好。即个人敢有比过去的人较快乐？我看是袂啦。啊，别济啦，只是食好有影，住好有影，迄是有影。但是我讲，即个人无比较早的人较快乐。为啥物安尼讲？因为之前的快乐是囥伫外口，是囥伫你心中里面。啊，你心中若年年愈夯，你就愈艰苦。你心中若年年愈近，你就愈苦。哦，看我哦，啊，真个互我拢安尼讲，吼。啊，为啥咱真个感觉较无？因为吼，咱心中向外口咧做，你伫外口做，我讲你咧心里啊，所以咱莫讲伤济啦，讲有主讲一句，真正人，你若有面，你会安啊？一个经济嘛，有面足健身，伊就做安顿的嘛。每一工过了足快乐的，啊对啊，经济是家庭好嘛？你这家内底有面，你这家庭会有意思。你这家无面，才有钱啊！我讲年轻伊仔就有钱财产，钱愈济，我讲是非愈济。你若讲无钱，讲逐个过了足平安，因为无钱。阮爸母也无放放财产落来，人生人要钱。钱济，我钱若足济着，要挣的机会较济。是真的，你爸母啊，放过了百亿了，迄财产企业就几我讲，你逐个兄弟仔真强，吼，你点一个就袂使。啊，若讲我爸母无放财产，我讲无啥人要挣，要挣啥？放个几60万，啊是要挣啥？那钱若袂晓经营，我内底一个家内底若无面叫有钱的吼，钱愈济，我讲愈乱，到尾啊，逐个拢养有钱的，无感情的，只有钱而已，没有感情。哦，所以讲这是个要素。对啊，咱看啊，哪咧讲咧主有打的，当然拢人地太熟悉。讲到尾啊，咱咧讲人了解人了，就爱想我要哪做家己，安尼老我嘛，要哪做家己，心情做对。因为今日你的辛苦啊，辛苦做倒来要闹的，足简单的逻辑啊。心情做对，我考虑外口，我讲外好外歹好，啊，你若追求我讲人哦，啊，你伫外口咧看，你若愈袂淡水。好多事情讲，一个国家的经济啊，开始咧起步的时候是啥？犯罪率在增高的时候，一个国家的经济啊，开始咧起步哦，伊就是犯罪率在增高的时候。啊，毋是讲经济无好的，是因为经济发展好，科技发展啥物都有好，你啥物都有人好，你若有钱，你就法度开。啊，心都更明显向前看。啊，心愈来愈，所以人的心愈来愈无淡水。所以讲，这个时代，比过去时代农业社会快乐。因为农业社会人，因为人，因为无啥好追求啊，嘛无你去人去吹啊，嘛无车人去开啊，伊嘛毋知有车有人去啊，啥物拢无啊。咱若讲讲说，这个时代安尼，也是讲真钱，啥物拢无。伊的身边比较困，伊也无啥好追求啊。但是咱这个社会是啥物拢有呢？我10岁就足济呢，啊，所以人伊若追求，无怪人生都讲，这个不在乎。有阵时，大家拼死，有遐计较，有遐咧争赢啊，因为遐太好了，有好有遐大家要争啊，所以心理愈来愈来愈苦，所以这个人都无快乐。有阵时，一个心中比较修的，要修心，要修，所以叫做尊于心的意思。你比如说讲，尊于心就是你心修得大，你心修得大，你家己了一尊佛，你一尊佛就外传。你心若无修得大，虽然讲我是一尊佛。
都不是在讲话讲，大家拢一致。但是我是讲，啊，为什么讲今仔日至少，因为咱死无是。你若会当用疑心，你若会当存疑心，你就当用疑心，用疑心就是你的事。啊，存疑心就用去心情。哦，啊对啊，咱来讲，人来联想。我的特色是啥？我就是啥？你音乐最会通，音就是上边，我就是上灯。所以讲吼，这个王主家在讲，伊一生了这种艺术了坚强，原本错误一生了艺术艺术了，那代表啥呢？哦，啊无啊，迄个若是啊，你也看迄个树仔咯。哇！是真的，啊，像我若死个安那，五个，所以五个死，代表死五个。啊，人嘛共款啦，人生落来时，囡仔生落来，这时嘛吼，啊，若死呢，怎讲？人死是命啊，啊，当然咱囡仔有求道，较特殊咯。你若有求修吼，讲有够，咱伊规身可能搞到，那是较特殊啦。正常来讲，人死是命啦。哦，迄若以他来讲，人死是命啦，无法办法过一个日子。人死是命啊，那人死拢命啊。本来正常就是人死就是命，迄是讲你有咱有死到有讲，比如讲人死了，规身可能搞到。我正常讲吼，迄命代表死，咱就代表死。所以命代表音乐最会通，啊，音就代表乐，命就代表乐，乐就代表呢，乐就代表咱个。你会看人呢？你看人，你看人命，人看命，啊，所以人讲解乐，啊乐是命，是看，所以人就是。啊，你心中软吼，你就做一些；你心中软，你对个老爸，你就友好。啊，阮爸爸妈妈为着阮啊，教我一世，你会看，你心软，你看命，你会讲。啊，你心软，你会爱你的身体。你心软，你会尊敬你的团队，叫做夫主主好，妻弟弟弟。所以你心若软吼，你就会不因人之心，这只动物你唔敢食。所以为什么咱要请教？因为咱要栽培这个人。哦，动物好食，哎呦，大家那上我有啊，谈了我咧食。但是有钱的人，伊心软的人，伊就想讲，我为什么有这个无人食？因为伊是足艰苦死，伊咧死足痛苦。安尼想，迄叫做咱的心软啊！啊，咱的心中硬吼，无钱啊吼，啊，伊出世来就表人放起来啊，对，你看有啥？迄有咧台机吼，你看咧，台语都无感觉，咱伫边仔咧看讲，哇塞，遐专业人，足感觉足可怜，啊，伊都无感觉。所以吼，咱为什么要送死？就是咱咧在这个，因为咱的心爱有咱很种种。所以叫做来，咱来讲，啥物叫做定啊？最简单一句话啦，是非之心，意之端念，这个不是讲。啥物叫做是非之心？咱嘛讲，哦，啊，你是非甲是非一堆，你是非心较济，安尼叫做对哦。袂使安尼解释啦，伊意思就是讲，你知影啥物叫做对啦？是非善恶的判断的能力叫做对。咱的对若不足，你也当作唔对，你也当作对，安尼就嘛，伊叫做无气。安尼也叫做夫妻啊，所以不咧讲三党内底吼，攀亲戚就是叫夫妻，所以夫妻就咁叫。因我是知嘛，叫知嘛，安尼啊。做人来讲，是非之心，你对唔对家己知，你法度分辨是非善恶，简单一句话啦。啊，对啦，伊有啥物叫？你啥物要研究？我叫。若无叫了，分，譬如讲拍这人。知影有几个拍这就是，伊个地理嘛。我就咧讲，就伊内底会讲伊个，会讲出你个道理，会讲迄个啥，迄个哦，伊过去是啥物转世，哦，啊会讲概率，会讲足侪道理，但是偏拍这2年讲上久。我刚日说法49年哦，伊分做5个时咧说法。第一叫做花样时，第二叫做阿姆时，第三叫做红丁时，第四叫做拍这时。我跟他叫潘子，分类说法有啥物？伊见机行事，
这个时阵来讲啥？这个时阵来讲啥？所以分裂所谓的因时、因时、因地、因事嘞，什么？啊，伊的或者是讲啥？就是地位的道理讲成久啊，讲20年嘛。地位的道理讲20年，表示甲地位足重要。10年啊，你无地位，你在做业，你讲以为讲哦，你是哪种？嘛咧，所以地位重要。啊，心内底无地位，你想我能做信心啊，我能做认真拍拼。结果有当时啊做了唔知。若要讲信心吼，我讲咱的信心同只是讲，你看迄自杀炸弹课，咱知啦。迄有迄足积极的宗教组织，为什么伊要唔敢死？迄足信心的，伊无信心唔敢死的。伊若要叫咱去死，咱都唔敢嘞，真正啊！叫你以为得牺牲，你都唔敢嘞。伊现在自杀炸弹课，伊是有力量的哦，伊毋是清清彩彩哦，你无想讲迄种清清彩彩哦。只是连力量也唔叫伊哦。伊认为讲我今仔牺牲了，我就当去天国，我是圣战，我为了阿拉而战的呢。他的理念是这样的。一天你在我老爸的，我排炸弹而且，我牺牲我就一把紧，我就是了你这我老爸的死就对了。你是不是？伊认为讲伊安尼为着牺牲，他是在圣战。伊死了吼，你当他就是为天国。我要看历史。迄有个恐怖分子，伊妈妈你敢知影？记者咧讲，伊妈妈来讲，我以我的儿子为荣。伊囝是去自杀炸弹个恐怖分子，伊老母讲，我以我的儿子为荣。你这个力量嘛？你讲伊唔对嘛？你讲你唔对咧？你看迄地话讲，你讲伊无信心嘅，伊信宗教信到足虔诚嘅咧，所以唔是一个事，做多少咧？你要看你信对唔对？你信啊，因为是恐怖。啊，当然你无信，你袂信。啊，你有信，你信了信了唔对，你袂信。安尼啊，所以你看，所以国家讲业业，你要靠对对来对业业，业业对对来，因为你唔知，你就骗，你无面，你无地位。所以分得为着这个地位，你看刚才说你在地位，虽然我们地位是而非，那想变那么变，我安尼就麻烦。行而分正不行，他行瞎行，哦，我个结构大行特行，个三个字行，迄一个行超偌济，有啥物迄内底和地位有关？你地位若十足叫做字行，你地位若不足叫做无行，你心有作用，暗有作用叫做瞎行，同安尼。啊，嘛拢行，我一个行超偌济，和地位有关，所以就袂迄个当中的直接不要那个。一个人发电发电，方便。你有缺点没关系，不要来方便。你缺点你知影嘛？我这人就是脾气做歹啦，我这人就是，你家己若知影你有缺点无，你会遵守。你若唔知你的缺点无，叫做盲点，你袂遵守。因为我唔知我唔对啊，你讲我唔对，我讲你唔对，我大刀讲迄自杀招难过来。你讲伊唔对吗？我来讲伊会向你整。啊，那每天还在，有你哪下都讲我每天都在，大家各说一套。啊，所以盲点的讲他不知道呢，他哪里错？他不知道，伊唔知对唔对哦，也一直做奉行的这样子。所以答物件缺点是伫个盲点。你若盲点，你无当然会，你无当忏悔。咱每一年拢讲爱忏悔，按忏悔。你若唔知你对对，你无当忏悔。咱忏是忏我知影我对。啊！我有通想啊，我有年去偷、去抢、去杀，我迄较大汉咱知影。但是较细腻的有面哦，咱唔知影，唔知你就我都参啊，你免甲忏悔。所以要忏悔，要是知影讲我对唔对，啊要知影我对唔对，爱有对。所以讲你的地位3分，你会当忏我3分。无可能讲你的地位3分，我会当忏5分，无可能，这逻辑不通。地位3分会当忏5分，你无可能。是地位3分忏5分，忏悔5分，忏悔5分，伊会业消5分。地位5分，忏悔5分，业消5分。地位10分，你忏悔10分，业消10分。无可能你地位3分，你忏悔5分，啊，你会业消10分。所以讲，你相信比较多，当然无可能安尼啊。所以人要忏悔嘛，还是知影对。啊，咱想的物件若无听到，你无去体会到，你无去体会到，
咱会讲，我生命是死人，伊啥物吼，安尼啊，是到尾啊，出卖完尔，是到尾啊，出卖完尔，做咧拢无啥物心得。你像安尼，是足烦恼嘛。生一世人无简单啊，食一世人老的菜无简单啊，是到尾啊，都剩两卖完。啊，所以天业破有业，有业破就业破。所以我讲讲，对别人去对自己啊，对家己好，对家己好。其他人哦，我知影对别人好，知影对家己好。我感觉讲哦，爱是对家己好。啊，你若无对家己好，你若家己不教代志，巴走自走路对啦。你想你要哪对别人好？啊，啥物叫做对家己好？对家己好毋是自私自利哦。过去每一个诸菩萨拢先对家己好哦，伊甲我都对别人好咧。譬如讲释迦牟尼佛，像人生的苦恼遮尔济，看着人生的喜怒悲喜遮尔济，伊家己就在修行啊，伊家己就安尼想啊。就讲我虽然是公主啊，但是我人间嘛有喜怒悲喜啊，对无？我嘛有是足济苦啊，伊就想讲我免哪会了这个苦？到尾伊家己心得了，讲哦，原来是咱就是悲喜自己，咱大家拢认识，悲喜了伫外口咧找着然后无智慧吼。只要直接所以讲教育遮尔济苦，伊就体会出来，伊家己已经成就用智慧要怎互家己好，免哪就帮助别人，甲别人讲吼，啊你免哪了你的苦，是不是？真人爱是要想办法，免哪对家己好。你看一个爱烦恼的，伊无烦恼就艰苦；一个爱成就，伊无成就就艰苦；一个爱卖卖，伊无卖卖就艰苦。一个爱计较的，伊无计较足艰苦，是毋是啊？你对不对？所以要你对你越心，今天叫你心呢？我爱了，我来讲咧，大家想法敢是啊？这是看不是你爱。我知影烦恼无好啦，但是我爱讲你拄着你，就是你无烦恼足艰苦。我知影身体无好啦，但是你拄着你个身体，你会足艰苦。你若认真听着，你感觉爱受罪，你敢会讲啊？莫爱受罪。我讲你，咱的个性爱受罪，你叫你无受罪做啥？对不对？我感觉讲，欠人的好意，你欠你家己的好意；欠人的你还了，你欠你家己的你还了。欠你家己的叫做心的问题，对无？啊，你欠别人的就是人糟蹋嘛。比如讲我过去写代志，啊，业报嘛，啊，代志人这些人来用互伊趁。是不是安尼？是你善恶恶有恶报，杀人偿命，所以咱人世间内底就是因果的道理，咱拢要行。我感觉讲，你欠人的你行得了。啊，你著过去世杀人一命，这世就互伊杀安尼，啊，无搁家己是后世人，我搁出去好杀啊，啊，总是会了嘛，是不是安尼？你欠人的行得了，我爱讲你欠你家己的你行得了，欠咱家己的叫做无理，我一般拢会无理，我一般拢会找咱家己。所以咱人哦，都无怪谁都讲无情。你若讲别人甲咱糟蹋讲无话讲，你结果咱是咱家己咧糟蹋家己，你看你要去找啥人讲？别人若来甲咱糟蹋讲啊，这情况对，哦，迄个人讲要甲我糟蹋，结果咱是家己咧糟蹋家己，你看你要你要找啥人讲？啊，迄叫做污名，你看，你欠你家迄污名，你来去换一点。过去的时日，咱啊少点就讲。咱其实这袂当消哦，你无一定爱行。讲到可能欠人无行，有经会讲一句话：重金百千业，所作业无因缘回归时，啊，果无完全是。欠人一定爱行啊，我会讲欠人无一定爱行。你讲时间是咧讲这吼，特别我会讲我讲，拢会笑啦，会大家讲，我无咧讲。如果欠人拢爱行，咱世间无一个人敢幸福，无一个人敢幸福啦。为啥？即使若我记着做，我要幸福啦。结果我老爸外年来，我出世100岁1000岁，你欠人遐尼济，结果我即世人你变哪幸福？你变哪？